大家早，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三，美国各大指数经过2天的下跌以后呢，今天呢就来一个反彈。先講昨天呢就道瓊斯就最後是跌得比較多的，跌了871點，跌0.76%，S&P 跌143點，跌2.06%，Russell 2000跌得比較多了，跌了561點，跌2.4%，Russell 2000小型股跌32點，跌1.2%。來到今天的話呢，開盤大概2個小時，4個指數呢都有一個不錯的反彈，S&P、道瓊斯等等都是漲的。道瓊斯最開盤的時候呢，已經漲了58點，然後一直漲上去，最好的時候呢是漲532點，漲超過1%。這2天的這個焦點呢，投資者都是在這個Trump 總統在這個對於這個 Greenland 的這個取態，現在呢就經過昨天的這個第一天這個波動以後呢，今天因為Trump 總統呢在這個瑞士這個 Economics Forum 裏邊的講話發表的內容，但是因為他的這個內容的話呢，語氣呢都比較溫和，可能說呢就不會呢就會用武力呢去動用這個過度的武力，所以今天呢市場的這個情緒呢就比較安穩下來，所以呢幾個指數呢跌了2天以後呢止跌回升了，然後呢，除了股票以外呢，債券都是漲的。今天呢，這個10年公債利率就是報4.267，跌0.03，所以它的這個債券的價格呢是相反的，所以價格呢是漲的。商品方面呢，就黃金呢就繼續上漲，已經衝破了4800塊錢，現在呢是報了4844.9，漲1.1%。白銀呢都是呢就再創新高了，現在呢就白銀曾經做到95.5塊，這個歷史高點，現在有所回落，現在還是報94.7毛9，漲0.21%。油價呢今天就跌得比較多了，WTI 原油59.4毛4，跌了1.5%。美元指數呢就探底回升啦，是報98.6，漲0.04%。比特幣方面呢就今天再次跌下來，跌破9萬塊錢，89,986，大跌2.2%。個股方面呢 ，Johnson and Johnson 呢就公布業績。他估計呢，他這個2026年營收與獲利呢都會好過華爾街的預期。代號 JNJ 214.5毛3，跌了1.7%。好了，今日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